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個月中完成訪問中東兩國，有住喺卡塔爾首都多哈嘅香港人接受本台訪問時候話，中東國家求才若渴，認為當地工作更具有發揮空間。Hello， 你好啊，我哋蘇生蘇太啊，歡迎你嚟到我哋多哈嘅屋企。OK， 好，大家參觀。蘇太喺2017年跟隨丈夫一家4口離開家鄉，由香港飛越超過6300公里嚟到多哈發展。隨住2個仔喺英國讀書，佢哋正喺異國過緊2人世界。作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，今年58歲嘅蘇珊喺卡塔爾唯一嘅航空公司任職航空營運工程師。佢表示，相比香港同類型工作，當地工作嘅薪資福利更為優厚，例如子女學業津貼，令2個小朋友能夠入讀國際學校等等。但最吸引佢嘅係呢邊嘅工作環境非常國際化，聚集幾乎全球唔同國家嘅人才，而且工作機會亦都好多。舉例，我嗰陣一直咧有樣嘢想做嘅，就係有關於一啲嘅一個系統啦。其實就呢度佢可以俾到時間我係去建立呢個系統出嚟，佢覺得係需要嘅。咁而其實而家應該唔係太多航空公司咁樣做嘅，佢哋可能覺得人手啊，所有嘢做一啲係每日嘅嘢係為先，但係佢呢度咧反而又覺得呢樣嘢係需要建立嘅，係好嘅，長遠係好嘅，所以佢都俾咗時間我去發揮咯。蘇珊表示，當地政府非常歡迎專業人士，例如喺3年前舉辦世界盃，就吸引大量基建測量人才，希望佢哋將知識同埋經驗留喺當地。回顧離鄉別井8年，蘇先生好清楚佢退休之後，一家人無法喺當地永久居留，但亦都從未後悔當初決定。即係嗰陣，我諗緊會唔會嚟呢度做嘢？有一樣嘢就係諗咧，我反而會諗係我數翻當我呢個年紀繼續喺香港，我一定會諗翻我50歲嗰陣點解我放棄呢個機會？我一定會咁諗翻嘅。一個 offer 我放棄咗，點解唔試下呢？對於今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香港以及內地企業出訪中東，蘇珊一家亦都指中國品牌以及產品近年喺卡塔爾越嚟越常見。唔少內地品牌，例如小米、華為電子產品，憑住價廉物美贏得當地人口碑，亦都令佢哋生活負擔減少。整體而言，無論係工作、投資，都認同中東有龐大機遇。鳳凰衛視記者謝俊亨、鄧亮堂、黃星如喺卡塔爾多哈報導。